哈尼姑娘，家人的对那都怎么收拾呀？哈你手里拿了总没能放哎，很多哎自己的收拾呀，你手里拿么个？他生哎米的奴是冷啊姑娘。花边我在的，他对那你的手谁呀？你手里拿了总没能别。很多哎自己的手谁呀？你手里拿古美的奴，他心家。你去忙个生呀哎，他忙个生家都得种他了对面是不接，他没忙个生哎，你莫把他了啷个啷的啊，你在这里多里古的路，还是啷？我没几人。他生哎人家哎，你家了古海里古的东西冷哎，他们个上街都要花花，木来了都得个了得地得，他娘才把哎，你木来都冷没了走。他啥街都去找了地走啊，你莫该都人家都去走。哎，啥街都要点上那么个上哎，米的路是冷哎，他路街的啥意你老别多单车哎，你要么个上，哈你这啥木他呢？啊你。花边我这想那么个，他想哎米子路是龙哎路见单处啊，你老别多单车了都，他家哎米忙个想哎，你都种了么都要木把他了啷个啷。哎，路米就些啥哎，你家了不该里忙个上北路，他谁能？你在这里这里，他住北路是冷哎，忙个上哎，你活过木来了走，他老对你才对哎，你木来都让你走。第三节都去找了几次啊？你莫在都冷，哎，都去走三节你的要忙个上哎，你这么多单车哎，你要了忙个上你这啥么人那些，他把的路工作冷。哎，寂寞提了望个里望个上街一叫木就说嘛把灯木路公仔哎，你要啷个哎寂寞提了望个里望个，看着这叫木汉呀。OK，你那是哪？我听到了。